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今晡要教大家做运动，做运动，做哪个运动的嘛？数字、手指跟大脑的运动，要活化大脑，预防失智哈。大家听下来哦，认真做哦，信善老师上课哈，学生就要认真，对吗？可是哦，第一个运动哈。这叫手指的一个训练，叫数字的交换。大家数将来用在数将来哦，做数、精数，做数要做数哦，精数要数，大家的精数哦，数将来哦，左手比7，记得先比7，右手比3，左手的这个7哈，打直啊，精数啊，这个3啊。弯起来要打横哦，没那么简单哦，我们试看看好不好？7，等一下这个7跟3要互换，好，7哪只手？左手，嘿嘛，3哪只手？右手，定好这个7往过来，往过去，往过来，往过去，做对嘛？定下个讲法讲2、3、4、5、6、7。8、9、10，老师讲一个数字，手就要换一次哦。加油哦，慢慢来啦哦，加油。可是哦，你往过来哦，这个7在哪只手？右手哦，等一下换到左手哦。你往过来，挺好，过来3，好，4、5、6，做对吗？7、8，慢慢来啦，没关系啦，天白做，慢慢来。9、10，做得挺好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做得好，可是哦，你往过来，7跟3哦，你总得要讲比7，你比到大概6、5哦，总得哦，就是要比7跟3还要互换，往过来，往过去。2往过来，3挺好哦，4等好过来，5、6慢慢来，7搓8有哦，做得挺好，9、10做对吗？加油哦，总要加油哦，慢慢练习哈。好，老师教的。第一个叫数字交换啊。今天要教第二个哦，这都是为了刺激你的大脑，大脑去活化了，预防失智，记得哦。好，第二个是松树用技术猜拳有谈过吗？猜拳哦，定下信上讲的书，老师讲的手是左手哦，要认真听老师讲哈，左手这样左手这样好，出不。沙条、剪刀，布，打个数字头打过来哟，沙条、石头啦，对啦，布、石头、剪刀，再一次哦，布，石头、剪刀，做得好，换右手咯，右手就是剪刀、石头、布，剪刀。打过来哦，剪刀沙条、布，再一次哦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用炸数加矮哦，等下信上讲的法做数是左手的口令你要记得金属养。右手要赢左手呢，右手你的右手要赢左手慢慢来可是布，左手出布，要右手出什么？金属对，剪刀嘛，剪刀出马该沙条嘛，嘿啦，石头呢出什么？出布，抽，对吗？可是布，剪刀。沙条，
右手要赢左手哦，我记得哦。但是老师讲的话是左手哦，左手的口令哦，咒术哦，逆向思考，让你去逆向思考，去让你的突触神经增加，就是要逆向思考。可是哦，不，剪刀，石头，做对不？哦，加油哦！不，慢慢来，剪刀，剪刀是哪只手要赢？右手要出什么？石头。那左手出石头呢？右手出什么？出布。好，记得老师讲的话都是左手哦。好，你要想右手要赢左手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布，剪刀，石头。好，布，剪刀，石头。布，剪刀，石头。做得好，那可以试咯，夹夹来咯。啊，大家都这么会做哈，这么会做，可是哦，布、剪刀、石头、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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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对吗？做对啊！哦，起家破数，哦，真会做呢，哦，哦，赞赞赞赞赞啊！这老师教的第二个运动就是手脑也是运动啊，手脑是协调一起的哦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搞太搞哈，进阶版的，前面是基础版的，国小国中的程度哦，今天要教高中大学的程度哦。哦，就是手跟脚要猜拳呢，对吗？猜拳哦，哦，手要引脚，数恩阳，脚，好，手要引脚，哎，可以是用这数这样哦，慢慢来了啊，慢慢来。加速这样看下做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哎，我们先学手的动作，剪刀一起来哦，用这数，剪刀、沙条、布，啊，剪刀、沙条、布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好，可以哈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你有没有玩过啊？你有玩过？哦，那你跟我同年呢，老师有玩过呢，我们都有玩过这个游戏，代表我们都是同年纪哦。啊，我们要换脚了，好，放脚哦，两只手叉腰哈。我们脚怎么玩剪刀石头布？脚要怎么玩呢？啊，剪刀的话，剪刀哈，先给我胸前一步，啊，剪刀就是一只脚往前一步，好，右脚左脚都可以了，好，先给我做给我做对，我做点做，好，剪刀往前踏一步，哎，抽抽抽，好，沙条呢？石头怎么做？石头呢？对，合起来啊，用在起条哈起了啊，合起来。布呢？打开来啦，哎，打开来啊，脚要抬起来，要脚要运动嘛，脚要运动嘛，打开，抬高一点，放下来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剪刀，对，往前跨一步，哎，抽抽哈，沙条，脚要合起来啊，石头就是并脚啊，并脚。布呢？打开来啊，脚打开。啊，抬起来，不用下来，啊，抬起来，不用下，两只脚打开啊，啊，运动一下，好，等下数，哎呀，要引脚，手要引脚哦，好，做对吗？做对哈，哦，没功法是做对哦，没讲话都是可以哦，哦，可是哦，好，那老师哈，慢慢来哈，剪刀要出什么？手要引脚哦，石头吗？还是布？对啦，出布哈，哦，手要引脚。哦，手出石头呢，沙条，脚出什么？对，右脚往前跨一步，筋骨会送出去，推出去，往前滑一步也可以。啊，手出布呢？布怎么出？对，脚合起来，好，脚要并脚，好，手要做，你重得哦，你脚有动，手没动不行哈，手跟脚要一起互动哈，好，记得吗？好。大家可是说，剪刀打开来，嘿呐，抽，啊，沙条，好，要出什么？对，剪刀嘛，啊，布呢？手出布要出什么？想一下，哎，打开来还是重来？起条打开还是重来？哎，好，合起来了，要收起来，好，收起来，啊，可以是哦，夹来咯，啊，剪刀，是吗？出布嘛，哈，剪刀
脚打开，对不对？手出剪刀，脚就要出布哈，要赢哈，要记得哦。好，石头，布，剪刀，石头，都得哈，出布，好，再2次哦，好，剪刀，沙条，好，什么？脚要往前快步，哦，布，剪刀，哎，对哈，石头，赶快出，下面要出什么？出剪刀，出布呢？哦，用在叫哈希了，好，做对吗？好，就是第3炸运动，手脑的协调运动，叫手脚数脚啊，手脚要互动一下了哈。老师再复习一次哦，好，复习一次。好，第一个数字啊，数字要交换做数，好，做数笔记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对比7嘛，好，右手呢比3，好，做对吗？定下那个老师欣赏我们拱发哦，拱发拱2、1、3，数位变过来，啊，转过来，好，换过来换过去，可是哦，2、1、3，哎呦，做对呢，4，同好哦，请位做哦，6、7，加油哦，姐姐哥哥，8、9、10，好，第2个是什么？猜拳哦，猜拳算哦，做数，左手要输呢，右手要赢哦。信上攻会发哦，做数会发哦，左手的口令哦。可是哦，布、剪刀、石头、布、剪刀、沙条，好，沙条嘛，黑冇？布、剪刀、沙条，好，第3炸，第3个运动哈，手脚互动，好，手出剪刀，脚出什么？布啦，黑冇？还记得冇？手出石头呢，脚出剪刀。手出布呢，用在叫哈希了，做对吗？大家总要3万做哦，哦，先生，老师会看你怎么做哦，加油哦，哦，记得哦，大家做的清好，等下啊，喝水哦，喝困一下，好，大家加油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先生，今本教大家做运动哦，3万做。向下来做，记得吗？记得哦，记得哈。好，可是哦，第1个运动叫手脑协调，手跟脑的协调。好，可是记得冲那个灯哈，椅子要坐好啊，这个椅子不可以滑动的，你知道吗？4只脚，好，4只脚凑好，媳妇凑一半，好，坐一半，双脚打开了，了，脚打开，好，吸气，跳到脚侧，好，记得要保持中心姿势啊，好，中心姿势，好，肩膀跟条不用下来，好，正确的坐姿啊，坐姿吸气就是脚打开，好，头顶直，对，肩膀就吐气就慢慢放下来，不用手哈。好，第1个运动叫手脑协调，好，开始的时候记得要跟老师一起做，做对做错没关系啦，有做就好了啦，有做时候啦，好，不要紧张哦，哦，加油哦，好。手脑协调运动哈，数加矮用这，大家数加矮哦，手借给我，好，叉腰，好，先叉腰，好，叉腰诶，好，扑胸，叉腰，拍胸，拍手，好，4拍，总共是4拍，有腰、胸、拍手，做对吗？好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慢慢来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再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，做对吗？这是手的动作哦。哦，老师要现在换脚喽，来，大家数加杆，踩油，腰插着，好，右脚打开，肩胛打开来，左脚打开来，肩胛竖正来。左右手中来，都是4拍啦，手跟脚都是做4拍。好，脚打开，合起来，好，开，合，做点哈，开，合，慢慢来了哈，打开，收起来，肩胛打开了，左脚打开了，
数重来，数重来，就开开合合，开开合合，开开合合，很好，这是脚的动作。等一下手跟脚用手脚向下走呢，做得好。好，手怎么做还记得吗？手用慢做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好，叉腰，拍胸，拍手，拍手。好，有过的地方是这是1，好，后胸2，拍手是3，再拍一次，就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脚怎么做？开开合合，开开合合。好，打扣了，打扣了，数重了，数重了，可以是了。好，1，准备开始了。好，拍哪里？耶，腰，右脚打开。好，拍胸，左脚打开。破数，右脚收回来，再拍手收回来。哈，就开开合合，开开，做对吗？合，训练我们的脑力哦。开合合，哎，想一下没关系。好，老师示范一次给你。腰，叉腰就打开。拍胸就摸，对，左脚打开，拍手，拍手，好，就开开合合，开开合合，开开合合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做对吗？哦，做对哈，开始做哦，等下要进入到第2个。好，这是再稍微难一点点，也是我们的手脚的反应训练呐。好，跟老师做就会跟得上，老师都慢慢教你，慢慢来啦，慢慢做哈，做得好。好，好，哦，大家数下来，好，还有脚的动作呢，要换第2个咯。好，右脚往前跨一步，肩胛胸前，左脚胸挑前，好，肩胛实重来，左脚实重来，好，前前后后，前右脚往前。左脚往前，右脚往后，左脚往后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肩胛，左脚，肩胛实重来，左脚实重来。好，那手怎么做呢？手哦，向用做，一样做啦，做的都一样，叉腰。然后呢？然后怎么做？哎，对嘛，好，破胸，破束，破束，好，腰胸拍拍。很好，腰、胸、拍拍。那脚怎么做？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做对吗？向下来哦。哦，准备开始喽。好，叉腰就右脚往前，拍胸，左脚，拍手，右脚往后，再拍手，左脚往后。哦，前前后后，前前。后，慢慢来啦哈，前前后后，啊，右脚，左脚，右后，左后，肩胛胸前，左胛胸前，收回来，收回来，好，我们要加快速度，再快一点点就好，快一点点，试试看看嘛，好，可以啦，可以了哈，好，开始咯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。前前后，这2次哦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啊，做也轻好呢，哦，记得要三万周哦，回去要练习哦。好，是教第2个运动，就是我们的手脚训练哦，就是这个训练我们的手脚的协调性哈，这个一样是结合数字手的律动啊，教大家搞太嘎哈。数加感要做数送出去，金属数重的，好，我们要数为比1到10啊，好，1都是好1，好，换右手推出去要比几？对嘛，比2，金属送出去做数数重的要比2，好，换左数送出去比3，4，做对嘛？5、6，哎，动好，够了7。7过来是几？8啦，哎啦，9最难比，哪只手要弯起来，知道吗？小妞妞哦，谁扎数字条，弯起来，9、10啊，听听嘛，看起来
开始哦，慢慢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8、9嘛，个数字条，细只数字条哦，小只的，唔系太数字讲哦，细只数字条哦，做对冇？10，好，这是手的动作，来，还有脚呢，脚的话来，金脚打车，脚跟点地，好，这个就简单了哈，好，换脚，好，往高了，往高去，好，就一只脚伸直，一只脚收回来，啊，金脚松出去，好，左脚输重的，好，就伸直。收回来，好，伸直，松回来，好，打车，好，输重的，好，伸直，做得很好，很棒哦。等一下有蛮重点哦，怎么做？手脚一起来哈，做数送出去，金属输重了，金脚送出去，好，等一下手跟脚要一起动哦。手怎么比呢？比1到10啊。脚怎么做？脚就是脚跟手就是不可以怎么做？这样子做，同手，这叫同手同脚哦，同手同脚中的哦，记得哦，这样做是要再加油加油哦，来，开始哦，做数送出去，金手输重来，金脚打车，开始哦，1到10哦，好，2、3，金脚做数哦，做脚金手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再一次就好。1，右手左脚；2、3、4，数有挺头嘛？数给我挺头。5、6、7，做对嘛？8、9、10，作业清好。老师要教第3个了，手脚开合了，数脚有蛮多数，下去了，7条打开了，数打开了，7条输重了，做对吧？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要记得调息哦，要记得呼吸呢，不可以憋气哦。手打开，脚就收回来。重的不可以怎么做？手就这样，同手同脚。输重的，重的哦。数打开了，7条输重的，数输去了，7条打开了，开始哦。等下开始哦。做4个8拍，做4个8拍，预备，起，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3、4、5、6，做对吗？7，加油哦！4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对吗？做对哦！等下哦，向下共发哦，一起喊口令哦，4个8拍，向下来，嘴巴打口来啊！向下做，嘴巴打开讲话哦，跟着做，越做越好。做4个8拍哦，最后一次哦，预备起，1、3，慢慢来啦，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2，很好，3、4、5，不可以同手同脚哦，姐姐哥哥，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会清吼，大家清会做吼，那总要加油哦，要训练哈，训练自己手脑手脑的协调，大家做会清吼，等下喝水哦，喝困一下。